这是点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司政边巴次仁祝贺印度独立78周年；司政边巴次仁出席流亡藏人商业协会第6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4周年庆典。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与印度学者举办座谈会。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召开委员会议。驻台湾办事处举办活动，感恩美国政府通过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印度共和国迎来第78个独立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四8月15号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行了升印度国旗仪式。司政边巴次仁主持了升旗仪式。藏人行政中央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人、各部门部长、各自治机构的负责人、各部门的秘书长及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8月8号应邀出席了在印度旁遮普邦卢迪亚纳市举行的流亡藏人商业协会第6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印度各地的嘉宾，包括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秘书长次仁顿珠、印藏针织品协会主席纳文苏德、拉拉印藏针织品协会主席卡普尔和德里加夫拉巴德拉拉协会主席阿尔沙拉德等众多嘉宾。司政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对上述嘉宾的坚定支持深表感谢，并回顾了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入侵西藏后，印度在提供庇护方面发挥的作用。司政进一步强调，第16届嘎夏认为，在流亡藏人社区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商贸是维持印度各藏人定居点的重要经济来源。他鼓励西藏商人遵守当地法律，并呼吁全体成员精诚合作，改善印度各级政府对流亡藏人商贸活动的支持。来自印度170个地区的约200名西藏商人参加了为期3天的会议。另外，总部设立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于上周日8月11号隆重举办该学院成立65周年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印度外交部驻达兰萨拉联络官亚什比尔辛格和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主席拉姆斯瓦鲁普等印藏政要出席了庆典。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演讲时，肯定了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艺术家的辛勤和奉献精神。此外，司政还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老一代的流亡藏人毕生的奉献精神表示赞赏，并强调老一辈藏人通过建立文化机构和培养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为保护和弘扬西藏独特的文化遗产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三8月14号以印度知名学者迪利普·辛哈撰写的《西藏的帝国游戏》一书为主题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印度知名学者、印度驻希腊前大使迪利普·辛哈出席了座谈会，着重谈到了他最近出版的著作《西藏的帝国游戏：争取国家地位和主权的斗争》，强调了西藏如何成为邻国地缘政治和野心家的游乐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财政部和外交部秘书长、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秘书长以及达兰萨拉各研究机构的代表和媒体人员出席了座谈会。迪利普·辛哈在长达2小时的座谈会上，深入讨论了西藏如何在公元19世纪英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大博弈中成为焦点，以及西藏如何成为2个帝国的缓冲国，
最终使中国在对西藏的虚假主张中受益等问题。他还进一步阐明了印度在西藏被中国非法占领后对西藏的外交政策，以及西藏目前的困境是如何由一系列误判和不幸造成的等历史议题。当天下午，迪利普·辛哈和他的妻子斯利米·辛哈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并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与此同时，总部设立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西藏事业核心小组于上周日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召开了委员会会议。会议由该小组全国召集人仁钦堪卓克里美主持。出席会议的政要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景美琼乃、外交与新闻部助理秘书长丹增列谢，以及该小组全国联合召集人喇嘛索巴和德里地区召集人潘卡吉格亚尔等出席了会议。与会政要就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提出的新建议和现有的建议，以及该小组的相关章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上周日8月11号联合台湾各藏人团体举行了感谢美国政府通过推动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的庆祝活动，同时为在台藏人福利协会新旧执行委员会举办了交接仪式。在当天上午举办的在台藏人福利协会新旧执行委员交接仪式上，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欢迎新当选成员的同时，鼓励他们在任期内继续秉持前任成员们的诚恳与努力，一如既往地与驻台办事处合作，并特别呼吁各方积极投入到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筹备工作，以及推动年轻一代藏人传承西藏语言和文化的计划中。随后，在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青年大会台湾分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台湾吐蕃知友会、台湾自由吐蕃学联等团体的见证下，驻台办事处举行了感谢美国政府通过推动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的庆祝活动。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仪式上感谢美国政府通过推动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并呼吁台湾国会也通过类似的立法来支持西藏人民。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